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新冠肺炎疫苗日前问世，各国陆续开放民众施打，唯独台湾连疫苗的购买状况和施打期程都交代不清楚。22日，国民党立法委员赖士葆质疑陈时中被掮客与利益团体包围，质询过程中，陈时中脸色铁青，否认赖士葆的指控。全世界都讲50万委员对电话，然后怕干呢？这里施打，那里施打，打什么的话？请问陈部长，你们攻击的本天呢？为什么我们是机密呢？为什么你都不公布说我们能买到什么疫苗，什么的疫苗可以打？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谈判有一些的是有保密的协定，那有一些美国都没有保密协定，美国都没有。对，各有大家的大家都不太一样。台湾有，有的有这样的保密的协定。部长，院长，拜托你听听，外界揣测都不断在讲哦，陈时中一天不公布就是一天有鬼，因为派系太多给他压力。完全没有。来，先不要讲。委员不要这样。院长，院长，揣测。我没有讲话，请你不要讲。不好。我没有讲，请你不要讲话。你们指挥中心有没有着急？最近，玉立医药、雅各城、信东生技讨论联论艺术有没有？那部长有没有？可以回答吗？当然回答，现在回答。我们有相关的厂商都有开相关的会议。有嘛，对不对？都有相关的会议。有没有？玉立、雅各城、信东有没有？登记有没有？确定一下有没有？有那个相关的会谈会议跟各个厂商都有在进行。有嘛？那就代表 BNT 一定有了嘛？为什么不能公布呢？谈的不见得有了，我们现在谈了很多家都不见得有。你技术已经谈了，就代表要打了，所以 BNT 确定是不是第一支？我问你是不是第一支，还是其中一支？你要回答我啊！国会殿堂，你要回答我实际情况啊！对于我们在谈判上面有需要保密的地方，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不是啊，你已经承认你找了这3家公司去谈了。你找了玉立，找了雅各城，找了信东，其实找雅各城就把东洋干掉了，把林权干掉，林权跨了97亿了，对不对？你不找东洋，找这个白定，我没有听他讲话。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你已经找了3家来谈冷链运输，就代表 BNT 确定进来了嘛，要打 BNT 了嘛，已经告诉我们这样，你否认吗？你否认吗？请你讲，部长，你讲。我们有各种准备都在进行。你回答我 ，BNT 有没有 ？Yes no。这些公司我们现在正在谈判中。正在谈判中啊？为什么每天没讨论冷链技术？你跟我讲，是不是？等到我们要公布的时候，这个情况就会清楚。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要讨论冷链技术？一直讨论，只有 BNT 才有冷链技术的问题啊，其他没有 ，Moderna 没有啊。Moderna 也有。没有了，那个基本上放冰箱就可以的啦，对不对？20度也是需要相当的一个掌控。我查到的资料是这3家你们找他来谈，就代表 BNT 就是准备要打 BNT 啦。啊，这句话其实院长，我讲起来你听了哦，你们讲话哦。我在卫环委员会就问过他了。我也问过庄联祥的，他们都承认有跟 BNT 在谈，也谈得差不多了。我今天只是把这个数字秀出来，再次让全国民众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陈部长把这个事情，全世界全世界弄公开，为什么你不公开？什么谈之间有保密协定，邱西郎啊，美国没有啊，对不对？只有你陈时中最伟大。为什么你要保密？就是因为你被旁边的利益团体包围住嘛。没有。被旁边的，请问你全部直接谈吗？你也是通过很多 broker 跟你谈嘛 ？broker 跟你谈有没有？中间商有没有？请问你告诉我有没有？我们有各个大部分都跟总公司都在跟总公司谈比较多。有没有中间商？有没有？都会有，随时都有人会来谈这事情。中间商大概几家？这我不清楚。有嘛？有对不对？有没有对不对？要到相关的决策的必要我会知道。但是确定有跟中间商，这个你要确定一下有没有？
中间商有没有讲过，这算不算是中间商呢？伊利医药、亚克城、信东。当然是中间商啊，怎么不是呢？所以这个就有啊。当然是中间商啊，所以说有数字告诉你，还跟我承认没有，还跟我讲没有，莫你要啊！我像刚才问这，我就想有啊。没有，我敢秀这一张，就代表我有准备才来问你的嘛。医师苏伟硕因为多次在公开场合中发表反莱猪言论，遭到卫福部依照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告发，政府单位大动作提告，引发查水表的争议。而卫福部长陈时中于立院备询时也首度承认，告发苏伟硕是他的决定。首先我请教部长啊，这个卫福部告发苏伟硕医师嘛，请教部长，这是谁的决定？基本上大概是本部，就是说食药署提出相关的建议哈，所以是部长您的决定。应该是。所以部长，那为什么当时行政院发言人丁怡铭他污指店家使用来剂，造成店家的损失，卫福部没有第一时间去告发？因为这里面相关的有这些相关的言论其实蛮多，那我们那时候是选择对社会影响选择性比较大来告发，比较严重的。那这件事情这么明确，卫福部不去告发，但是今天你却去选择告发苏伟硕医师，标准何在？没有，我们就说事情比较多，那这影响比较大。那至于在另外一件案件的话，比较多、比较大，影响比较小，就可以不去告发，这是卫福部的标准吗？没有，这事实上在丁发言人的时候，在那个检察单位已经根据社维法去侦办了哈。我觉得更重要的重点是卫福部，如果你认为他的说法不正确，你应该是出来澄清说明。难道你认为你卫福部的公信力比不上一位医师？部长，很多次，然后你非得要去提告，然后让社会产生寒蝉效应，让大家都不能出来质疑来剂是对人体有害，难道这是你们的目的？没有要制造寒蝉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现在已经造成寒蝉效应，就能够这个整个错误的讯息能够及时的更正。届时如果检察官不起诉，或者是法院判无罪，谁要负责？有没有人要负责？我认为你们今天选择去提告这件事情非常不智，你应该要做的是出面说明、澄清，告诉国人，今天不管哪一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你应该是这样做。有，我们不断澄清了哈，那不断的也是在所以我们不得已才这样子做的哈。近日莱猪议题不断延烧，在2009年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在当时就曾经说过来牛是毒牛。如今相关影片被网友疯传，外界质疑莱猪政策是蔡政府打脸自己。我们的立场很简单，只有一个：政府回到谈判桌，重启谈判，把所有的事情开诚布公，重启谈判。没有谈判以前是不可以扩大进口，也要他们保证不能进口，安利好不好？我们游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大家的健康，保护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儿子女儿、我们的全体国民的健康。这是一个民生问题，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今天是为了我们全体国人的健康走街头，对不？对不？咱的这个政府在处理牛肉问题的时阵，从来都无跟咱参详过，无跟国会参详，也无跟在野党参详，更没有告诉我们的社会大众他在谈什么，他要做什么。这种政府
陈文茜主持15年的节目《文茜的世界周报》，随着中天关台将转战 TVBS。日前，陈文茜与方念华、赵少康还有新东家的高层长官一起出席全球观点知识共享的媒体发布会。而陈文茜表示，她入主 TVBS 已先取得中天董事长蔡衍明的谅解。我们大家一起合照一下。 联手一字排开，大家可以看黄金阵容。国际新闻最大的投资是外电的费用。那所以那个时刻，当我在跟 TVBS 谈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们不可以只看 CNN、路透社、美联社。我希望增加欧洲，包括像 DW、NHK 其他的国际媒体，那才是一个电视台最大的费用。 做人处事一定是先取得蔡董事长的谅解，才会跟 TVBS 谈。那他当时一意识到，他根本不，他这个人不管细节的，他不知道外电费用1年要4000万，那4000万就绝对不是 YouTuber 可以负担得起。以前我在中天的时候，大概1年都帮他们赚1000多万。那我不能变成一个赔钱货，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以前是新闻台，大家分担。 那因为中天的新闻台它没有那么多的外电节目，那所以世界日报其实分担了4000万里头，其实很大奖啊，他并不在乎赔钱。但是我跟他说，你应该把你对我的好意，还有你原来，因为他第一时间就指定世界周报在重视，因为他知道网络养不起。我说你把你对我的好意留给其他人，哪几个人是你不能对不起的？因为那个时段对世界周报来讲太晚、太少，因为我们需要3到4小时。 那如果只有晚上2个小时，太短、太晚，因为我们的观众大家都是经过调查都是经理级以上的人，他礼拜一是要一大早上班的哈，所以不太可能做礼拜天晚上到半夜12点这种无线电视台的节目。可是如果我离开，不是我，他可以把那2个小时拿去照顾他想照顾的人，会不会担心拿来跟以前的收视率做比较？好像他好像没有给我这个压力这样 ，OK。然后呢，我自己也不太会给自己这个压力，就是你提醒我，我可以好好的为我自己的理想工作的时间并不长。那我有想过说，如果我又再复发，谁帮我代班？其实不想整谁就找谁，你懂我意思吗？好。 你告诉我，先跟你讲答案。我当时到时候定第一个指定赵少康。好，他叫我做什么都可以。没有，然后呢，其实没有了。其实你说我身体会治好了，没问题了。不，而且我可能各位不知道，就是说我以前可能还会想说我要去干嘛，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但是我其实从2015年，其实我得的这个肺腺癌。 他只是让我真的不能去上班2个礼拜，我15年了3个月没有请过假，只有那2个礼拜。但我真的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还是我自己先天的罕见疾病。我2015年开始，我得了一个病叫做光毒症，就是我不能晒太阳，我是个月光女孩。 由林心如监制，并与李李仁共同主演的电影《迷失安迪》，日前2人一起上陶晶莹的节目《讨口秀》宣传。李李仁也坦言，这次在片中饰演跨性别者，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也可以长得掉，对，也没有那么。怎么可能？很大来，视线下面哦。看一下左手边。光穿衣服，女生就比男生辛苦多了。对啊，女生一定要穿的比较紧一点，让身材看起来好一点。然后，对啊，然后胸罩啦，它都磨到肌疹子了。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有钢丝，然后钢圈，然后我后来也知道，其实。 女生的胸部很容易变人的，因为我也可以挤出乳沟。对他根本他说再平的都可以挤出乳沟。我用了2层，一边用了2层的 New Bra， 然后再加胸垫，
然后就往中间一夹，肉一挤勾就有。因为我有问导演，我说导演你会怎么拍？导演说我从你背部拍。那背部拍，我说那你会拍到多 close？ 他说我不知道。他说到时候可能剪接的时候，我可以再推嘛，或者什么。我说好，那我还是保险一点啊，因为我觉得她必须要是一个女人的状态。如果我是 Annie 的话，一定要干净啊，这个是女生最基本的自己的要求嘛。比如说腋毛或腿毛啊。我去就是我开场的那一套衣服，我那一套衣服也是连了好几天。哦，很贴身，腰的那一个，因为很贴身，所以有些突出是不是要处理掉？可以藏得掉，对，也没有那么。怎么可能？很难藏的。我相信。他说的是我的钱包，因为我的钱包太大了。有一个长皮夹跟2个小零钱袋。还是有技巧，对。别人刚有说有分享说是用护膝吧，对不对？对。护膝不是更大一条？全裸那一个卡，用护膝遮贴住那样。老板你不知道啊，他们本来帮我找到一个大概只能装奶鸡的一个小网袋，我想说这个要遮什么？他说哦，这个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穿帮。我说是，但是在前面要有椰子壳，对嘛，也不从后面怎么拍也不能穿帮，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锅子让我有安全？对，我觉得这是安全感。后来我就自己，后来有一天我自己空班，我就到处去马来西亚的皮卡农，我就到处去找可以适合，就是对。后来我找了护膝，然后12人帐篷才真的。网络节目《木曜4超玩》日前在台大体育馆举办跨界演唱会 Rising， 台志远与主持人分别搭档6组音乐人，以一日音乐制作人的系列企划创作新歌演唱。尤其坤达将18年前 Energy 神曲《放手》重新改编。新闻最后带您一起回顾演唱会现场。我们是说了叫你放手，你还不放手？认真的大声，晚上电视太沉，每周四晚上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大小他们大人，主持人最认真，老板爱人就知道在外面争。不要，我们一起出发，放下压力，一起玩吧。不要，跟我一起长大，拿起扇子，一起打打打。尖叫声的，你尖叫声就有个蜘蛛就痒，应该叫吼叫声，因为现场出来的都是吼，因为多半都是男性居多。真的吗？对对对，男生的声音在哪里？真的，女生的声音在哪里？很多女生哦，还是有，男生跟女生一起的声音在哪里？我跟你说了，放手。真的，我在看什么时候出来。我
彩，别怀疑我太不知好歹，那是我们的 freestyle， 每天都有未知的精彩 ，fighting keep fighting， 每天都有未知的精彩，有我与你同在。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